主题曲里面有一段，那个是阿美族的聚会常常唱的一首歌，人家取名叫《欢乐饮酒歌》啊，有没有听过？嘿呀哈哟啊嗨呀，嘿呀嘿呀嗨呀我，嗨呀我哎呀那呀哦啊哦哎耶呀哈哦嗨呀，嘿。吼哎呀那呀哦啊哦哎耶呀哈哦哈哎呀，谢谢。我当初在写这首歌的时候，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，因为这首歌红了嘛，其实那阵子突然爆红，这个部落的老人家。本来聚会的歌很多种，后来是全部变成这一种。欢乐酒歌，可是那时候年轻人一方面不想，就是我们那边是年龄组织，那有一种敬老尊贤的感觉，所以一般年轻人不敢跟老人家写，我是厚着脸皮去跟老人家写的，然后就学啊，请阿公唱，他唱一遍，哇，我大概在，我那时候很笨，我就学着跟人家在文化调查的方式在写。这个阿公唱的时候，然后有时候我听不太懂，请阿公再唱第二遍，第一遍跟第二遍完全不一样。我就说怎么会这样？说阿公刚刚唱你不是这个转音啊？怎么？原来唱，我说你再唱一遍吧，第三遍跟前面的又不一样了。我说这样我怎么学啊？原来这个东西是看心情的，它只是一个头跟尾，然后中间的吼还要吼一样是一种心情。那时候才体认到一件事情，就是。老人家说有些情绪没办法用语言表达的时候，不管是内心的难过、内心的开心，没办法用语言在形容的时候，就要用这种唱歌的方式去表达内心的，没办法用语言表达的那件事情，所以才有那么多吼嗨呀、吼一呀、尾哈嗨啊嘿嘿，你听到的这些。然后我就觉得哇，原来是这样。那我内心想要唱什么就唱什么。可是那时候我比较不懂，所以一直在揣摩这样的心境，在写这样的唱这样的歌。然后更好玩的是，阿公他们还会争吵，他说他唱的是对的，那个阿公唱我唱的才是对的，然后那个越来越多，因为他们很急于想要教年轻人来唱这首歌，然后这首歌让我磨练到这样的事情，于是才有后来我发展出很多我还要回一样的创作，听起来像古调，可是它不是，就是我没办法用语言形容我心中快乐跟难过的时候，我就这样唱，然后当然。这是对内啦，对我自己部落，我没有办法这样。可是对外的，当然就包括你们，可能有些朋友不太懂。然后我用一种方式，我今天找了一个 DJ 来，我们来做一件事情的结合，就是刚刚那样唱歌的随性的心情，然后结合大家可能懂的 ，DJ 就放电音有没有？对，把电音跟嘻哈跟原住民唱合在一起，很矛盾对不对？那是什么？我们唱给你听，好不好？